假期前有一场鼓励做道济甲开闭的活动。今年呢，为着要让这活动甲台语文化会当伫个学校内定根，财团法人朱角树龙文化艺术基金会是送这朱角树龙电影的公报版，也有红仔册，或者假期市的20间国小。老师来行礼。学生囡仔洗手，伫下头来点做洗，最后佫提笔来标红。除了按鼓励来做的开闭礼，嘛有幼囝来做道济。家己新丰庙甲文创业者举办公益鼓励做道济甲开闭礼的活动，唔但要互在地囡仔平安，嘛互家庭亲子来认捌传统文化。因为我小孩是古里抓周，所以看到他们抓周的方式，就是可以知道一些古里的抓周方式。除了鼓励仪式以外，财团法人朱角树龙文化艺术基金会嘛准备朱角树龙的电影甲红仔册，要来送互家己市的所有国小，看到朱角树龙的红仔一出来，真侪民众拢感觉真欢喜。抓周的鼓励嘛，还有开闭的鼓励啦，所以把朱角树龙来甲囡仔小解者，互因熟悉吼，然后新世代囡仔嘛会使熟悉朱角树龙。我觉得很棒，很怀旧，对小时候的记忆都起来了。各个国小，咱全部来上咱诸葛四郎的一个影片展啊，这是咱5、6年级生的一个咱儿童的一个回忆啦哈。家己新丰庙表示，朱角树龙是真侪囡仔细汉时英雄，红仔册内底的话嘛是勇敢甲正义的主题。自同齐进前，家己市20间国小拢有一套电影甲红仔册，希望互学校会当来推广武艺，入捌阿公阿嬷时代的艋舺甲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